再來看立法院今仔日是來討論擴大育嬰津貼，這條野立委呢，攏有為軍公告來出聲。因講算起來，其實一寡基層呢領到的這津貼比因基本的工資還閣較低。曾樹波是表示講，未來會明文來規定，由這政府主管機關編預算來補這個差額。少囝化危機今仔是哪來哪嚴重？為着要鼓勵人生囝，行政院拍拼修法，按算要來推出飼囝大禮包。立法院針對育嬰留停，也閣有擴大津貼開始討論。朝野立委一困頭提出真濟的修法的版本，希望會使互政策更較周至，互大家會當安心飼囡仔。除了親生爸母以外，立委就咧關心收養的家庭敢有包括在內。請問你們這個發放的對象有適用那個收養的家庭嗎？經過法定程序收養，在規定範圍內。毋那收養家庭的權益愛顧，有立委嘛為第一線基層來發聲，親像軍警消，也閣有老師甲公務人員，即馬攏足欠卡手。啊，若少囝化的背後代表的有源是工課場待遇的問題。基層的公務人員就真無來講，就算講想要請育嬰留停，啊，毋過想到迄塊定定咧欠人，也閣有來自同事甲長官壓力，甚至愛煩惱講請假轉來迄塊反正就無佇咧了。佫較心酸的是，有一寡基層算落來領到的育嬰津貼是比基本工資佫較低呢。有些基層同仁領到的津貼，甚至比基本工資還要低。那我想請問我們的考試院跟銓敘部這些問題，你們是否有掌握？可不可以研究一下民主國家的公教人員育嬰留停的津貼計算方式？那希望評估不低於一般勞工的可行做法。所以我們這次修的法裡面就明文規定呢，未來的投保的一個金額不得低於，就是如果你是低於最低工資，就是以最低工資算，主管機關來編預算來補償差額。這個公保法修法草案的重點包括申請育嬰留停的時，這個子孫年歲上限會提懸。第二是放任爸母請領限制，未來爸母雙方都已經領滿6個月津貼，會使閣加請3個月。第三是育嬰津貼甲最低工資中間的這個差額會甲保護到。那麼這個草案已經在6月15送行政院所落來，會趕緊函送予立法院來審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